大家好，我係青年中西樂團嘅主持作曲兼指揮代言人 Lauren。中西交融呢樣嘢咧，喺香港其實都好常見，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因為其實香港本身都係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一個地方。我哋青年中西樂團咧喺2025年2月16號咧，就喺荃灣大會堂舉行咗一個名叫做樂貫中西嘅音樂會。咁上半場其實都係我嘅碩士畢業嘅音樂會，有4首係我嘅作曲碩士嘅作品啦。喺呢個地方度搞一個樂團，其實都幾有代表性嘅。我覺得係西方文化又好，中國古代文化又好，都通過某一啲嘅音樂上面嘅技巧，或者係組合，或者係啲編排，令到我哋係得到一個比較合一嘅一個狀態。而家主要係教鋼琴啦，喺樂團咧就係玩下長笛。我想跟你學長。可以。可以啫。可以。我係中大 MV 嘅學生，我今年畢業。即係 orchestra 佢好中意，係令到佢唔使我逼佢都自己會練琴㗎啦，因為佢自己知道要拉得到咯。有時 sample 俾佢咧，媽媽話你溫書啊，要考試啊，跟住媽媽就錄低佢，靜雞雞喺度自己練琴。這個叫什麼 ？album。你覺得這個難嗎？不難。因為我喜歡他的聲音，我也可以吹。我是從小學1年級開始學的，從小父母讓我學的，我就學了。然後學了之後發現很好聽，可以讓自己安靜下來。而家我都要指揮啦，咁我就望住我老師指揮同埋佢編嘅曲，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喺佢嘅歌度。回到了我小時候，我看着我的老師們帶着我們去外面表演這種來，只不過現在我角色換了，變成我變成老師了，帶着小朋友們再去各個地方，不管教堂也好，還蠻有意義的。最開始係因為我讀作曲碩士嗰個 portfolio 嘅 theme 係中西融合。咁因為我自己都學過中樂同埋西樂啦。最開始嘅 instrument 係小提琴啦，都有學鋼琴啦，後面就開始編輯主啦。喺呢個期間都學咗幾年嘅琵琶，都有玩中樂團，都有玩弦樂團，都有玩管弦樂團咁。基本上我自己喺唔同形式嘅團度都玩過。咁所以都一直都好想有呢個契機，係會唔會做啲將呢兩樣嘢撈埋嘅嘢啦。同埋我同我識嘅一位好 friend 嘅老師辛小玲老師啦，佢個諗法咧就不謀而合。咁我哋都好幸運喺我哋樂團成立之時就攞到民政事務處嘅資助。樂團形式咁住有彩排，住有音樂會。雖然冇咗分定啦，咁但係大家啲小朋友嘅家長同埋啲團員都好支持。呢度好多唔同嘅人，有中樂，呢個係我第一次同中樂表演，因為其實我完全唔熟中樂嘅嘢嘅，本身係一個咁嘅。自己咧就都中意好多嘅好宏大嘅嗰啲曲目，老師咧可以將越嚟越多嘅西方嘅電影嘅結構嘅旋律同埋東方優美嘅旋律拼埋一齊，編多啲更加好嘅歌曲，可以令到我哋都可以嘗試下。我們希望我們青年中西樂團以後開音樂會也可以滿座，全都滿座，滿滿當當。咁其實我希望青年中西樂團可以成為一個音樂交流嘅平台，可以俾唔同年齡嘅一啲大小朋友啦，都可以感受到對音樂嘅喜樂，享受音樂。通過音樂呢樣嘢，接觸到一啲更廣闊嘅世界，可以同唔同嘅人進行一個交流，令到自己更有自信。